呢度有好多美食啊，又有胡椒蟹啊、肉骨茶啊、海南雞飯啊，所以我好中意新加坡嘅，次次嚟都食餐懵㗎。今次演唱會嘅主題咧，就最緊要好玩啊！如果今晚大家想有排玩啊，俾我聽下啲反應得唔得？有冇反應？聽到咁嘅反應咧，只要今晚實有排唱啊，有排唱啊！前年啊，唱到天光啊！前年喺做演唱會之後咧，我畫面啊，我腦度咧不停喺度轉緊啊啲畫面。加上咧，最近可能我年紀大咗啦，就開始好欣賞古典音樂咁。有一首歌咧，你都中意係嘛？有一首歌咧，就俄國音樂大師柴可夫斯基嘅一首作品。呢首歌嘅旋律好靚啊，大家聽到十裏毛管都動埋啊！呢首歌咧，咁我就因為中意呢個旋律咧，我就套上咗個粵語歌詞，而家唱俾你聽好啊！佢新